知恩不能不报。韩兄若是有什么用得到元瑶的，尽管开口就是了。有什么合适呢？对了，韩兄，不会是要小女子以身相许吧？袁姑娘莫要说笑，韩某没有这个意思。不过，姑娘身上确有一物，让韩某颇感兴趣。哼，韩兄真是个不懂风情的，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算了，韩兄已经失去机会了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这位袁姑娘，说话做事滴水不漏，与当年初见时相比，倒是判若两人。其实。